今年年初呢，一位來自日本的繪本作家叫做吉田隆美，伊來甲因過去阿祖啊，捌佇台灣生活的故鄉，這個所在呢，就是台南市的北門啦。所以因為這段緣分呢，來看到，所以促成了這個北門區啊，甲這個吉田伊的故鄉雙方去簽這個友好城市的備忘錄咯。在今年初有一位來自日本的繪本家吉田隆美，伊來到阿祖生活的故鄉北門，找出歷史，嘛將這個過程創作出繪本。第這面城市以後呢，對於文化、觀光個教育方面的更深入的一個深化的一個交流。繪本家更加將這一份創作的手稿提供給北門區圖書館展覽。1月の末に台南北門区を訪問しました。それからたった6ヶ月で今日このような日を迎えられ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ことは、台南市北門区関係者のすべての皆様に心から感謝申し上げます。とっても嬉しいです。はい。台南市政府更加為今年開始推行台日城市交流計劃，你若是台南市市民去到合作的日本城市觀光，都當有專屬台南市民的優惠。